欢迎收听台语讲怪奇。大家好，我是嘉雄，我是鸟刀。咱这个节目是用台语来甲大家小解这个世界上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，用台语来表现，望大家听了会感觉趣味。今日头一集，咱要小解的是最有名的迄个大陆。哈？要小解中国？毋是，这个大陆是正经的大陆。你一定捌听过 Atlantis？ 这我真正有听过呢，就是迄个沉落海里无去的迄个。对，这个 Atlantis 大陆是2400年前迄个最有名的 Plato 讲的。哦，敢讲伊亲目睭看过？无啦，伊嘛是听人讲的。听讲吼，这个 Atlantis 军队足强，资源丰富，科技介先进。听起来，因过了真爽呢。伫迄个时代，要爱啥有啥。然后差不多在10000年前，一天内，因就布噜布噜沉落去。哦，沉落去啊！安尼咱今仔日就讲到这。啥物讲到这 ？Atlantis 沉落海了后，对世界影响偌大，你知无？哦，啥影响无？你讲来听看觅。经过真侪专家的研究甲调查 ，Atlantis 大陆上有可能伫咧倒位咧？就咧大西洋遐，拄好伫美洲甲欧洲中。这段距离吼，你若伫 Google 小可量一下，伫现代驶船差不多爱超过6000公里呢。安尼听起来足远呢。毋过伫万外当前，阁是冰河时期呢。海无遐宽，应该无遮远啊。无毋对，毋过就算是伫咧冰河时期，海无遐宽，迄嘛是爱走几千公里呢。古早人无代无志，走向创啥？食饱伤用哦。因就无电视通看，也无 Podcast 通听，无代志就出去行行咧。毋是安尼讲啦，就算伫咧万元年前，美洲甲欧洲、非洲拢有文明存在，即寡无共的族群，总是有贸易的需求爱往来啊。毋过行船爱驶几千公里，真危险呢。凡说无细字，就会弄着海翁啊，也是徛伫船边放了，跌落去就寒死啊。所摆啊，即时吼，若中有一块土地，大家就会当足安全的坐火车，噗噗。无火车啦。哦，坐马车去到另外一边，甲人做生意就好。哦，安尼讲我就知啊。伊伫啥物所在？迄个位置真重要，就亲像新加坡的位置真重要，意思共款。若是新加坡沉落，对世界的影响嘛少。Atlantis 的重要性应该比新加坡大足侪啦。对啦，遐尔大的一个大陆，人口遐侪，阁有钱，军队阁遐尔强。若要用即摆的世界来比较，应该就是亲像美国遐重要。你甲想看觅吼，美国若雄雄沉落，无去啊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美国人会讲，这水足深。迄水吼，毋若足深的，全世界上有钱的市场，就安尼无去安尼。毋就变做南海市场？你黑白讲，迄毋若是市场无去啊，上厉害的军队无去啊，迄个影响大甲会变天。我甲你讲，哈？沉落就沉落啊，佮变啥物天？咱头拄仔讲 Atlantis 伫啥物所在？伫美洲甲欧洲中？无毋对，所摆 Atlantis 大陆沉落了后，墨西哥暖流迄个温暖的海水，就会当一直流到北平，就差不多是迄个时阵，顶一回的冰河时期就安尼结束啊。哦，
安尼真正算是变天呢。是讲你讲的故事，上早是迄个 Plato 听人讲的，迄敢会是人黑白传的？听人讲甲黑白讲是无共的。黑白讲人会讲你白贼，若是听人讲的，迄就有下咱即个节目制作的原则。啥？咱即个节目阁有原则哦？咱的原则就是，迄讲的毋是我讲话无得负责的。无负责阁甲讲遮大声？安尼，今仔感谢大家收听《台语讲怪奇》，我是鸟豆，我是嘉雄，咱后回再会哦。